Action。大家好，相信大家如果買咗呢部 Optis 嘅時候咧，除咗用基本嘅做一啲 measurement 同埋做呢個zero calibration 之外咧，可能某啲情況下咧，部機會出現一啲好奇怪嘅error message 嘅。有一個好最簡單嘅方法咧，就叫做 reset 或者叫做 zero service 嘅。咁今日呢條片裏面咧，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點樣去做呢個service zero 呢個動作㗎啦。首先正常開機，重點連續10次歸零，一次都唔能夠少。咁就按下 zero 鍵，喺度顯示3點小圓點，直至出現3個000 1到2秒左右。之後要3個000仍然顯示下，放開 zero 鍵，再快按 zero 鍵，再次顯示3點小圓點，直至出現000 1到2秒左右。要再放開 zero 鍵，重複另外剩翻8次，直至顯示 CSC 出現變完成㗎。因為太悶 ，fast 鏡去到尾。完工。